頭痛同埋耳鳴就係因為你腦入邊好近聽覺神經嘅位置有條血管塞咗，而你近期個頭痛越嚟越頻密，個聲聽到聲係越嚟越大，就係代表咗嗰條血管塞得越嚟越嚴重啊！係，我諗你要盡快做手術。我呢排真係好忙，最耐可以拖到幾時咧？唉，唔可以再拖㗎啦，要盡快。最好聽朝就做呢個手術，因為你條血管咧就好似一個計時炸彈咁樣，隨時會爆嘅。唔通你想你到時嗰個炸彈爆咩？咁我安排下。點解喺呢度都見到你嘅？咁啱啊！我另外有個客人入咗醫院，係醫生啊，身體冇乜事啊嘛。你想我有冇嘢？無論點都好，身體健康先最緊要。話唔定連個天都想你唞下咧。有心。